豬歡迎進入語言單元。豬豬係好聰明嘅動物嚟㗎，所以佢生存能力好強。Pig, P-I-G pig 豬係 pig 啦 P-I-G 母雞母雞 hen, hen 係咪啊？哎呀，母雞而家啲母雞有雞冠㗎，不過冇公雞咁大嘅啫，同以前唔同。以前話冇雞冠嘅。牛係牛科動物咯，牛 cow, cow 有鼻音㗎個牛字呢隻牛嚟啦。老鼠係魚齒類動物，老鼠最中意咬嘢㗎啦，屋企出現老鼠就麻煩啦。mouse, mouse 係大隻老鼠嚟咯。羊係咪啊？好腍㗎，好腍線㗎。羊 sheep 即係綿羊咯，羊係綿羊，呢個綿羊有黑綿羊。熊貓又叫做貓熊㗎喎，熊貓 panda 喺台灣叫佢做貓熊㗎嘛。馬 horse 馬既係木動物，馬一隻腳趾嘅，所以隻馬可以釘馬蹄咯。馬貓 cat 貓，哇呢隻係咩貓嚟㗎？唔係普通嘅貓嚟㗎。兔 rabbit 嘅兔仔好叻畫窿嘅。狗 dog 好多人都中意狗喎，但係小心喎，大隻狗可能會咬死人㗎。dog 大象大笨象即係大象叫做 elephant 大象 elephant 咯。呢個亞洲象個耳仔冇咁大嘅，非洲象耳仔又更加大啦。猴子馬騮仔咯。猴子 monkey 哎呀，呢個長鼻猿嚟嘅。獅子個獅字咧係波斯話嚟嘅喎。獅子咁個語音 lion 獅子 lion 呢隻公獅母獅就冇咁多毛㗎，冇咁多鬚。老虎好多人以為獅子打贏老虎，其實係老虎個身形大好多嘅，獅子見親老虎都係要避開嘅。tiger 老虎打贏獅子㗎，鬥獸棋係搞錯咗嘅。這是老鼠呢隻係老鼠喎。This is a mouse 原來係隻老鼠最中意咬嘢㗎。最恐怖就係佢哋可能傳播鼠疫而家就好少啦，但係以前係可以令到香港啲人全部走晒返大陸㗎喎，走剩一半。那是大熊貓。That's a panda 係咪大熊貓？又喺台灣叫做貓熊。最初熊貓個名其實係小熊貓嘅，後尾俾大熊貓攞咗。當麻鷹捉小雞，鷹飛撲，小雞退，小雞驚地倒追，逃避敵人快閃避，母雞將它趕出去。鷹飛撲，小雞退，小雞驚地倒追，
遇着敵人怎安睡？一於將他趕出去。麻鷹以前就最中意捉雞仔噶，如果你屋企養雞，佢就得啦咁飛落嚟咁就捉咗佢啦。我哋唱一次慢少少嘅。鷹飛撲，小雞退，小雞驚它繼續追，逃避敵人快閃避，母雞將它趕出去。鷹飛撲，小雞退，小雞驚它繼續追，遇着敵人怎安睡？一於將它趕出去，係咪呢隻就係白頭鷲嚟噶？呢隻母雞雞仔，到到到，汽車來，到到到，汽車來，到到到即係嘟嘟嘟，汽車來，小朋友們快讓開，小朋友們快讓開啊！要車嚟嘅時候最緊要避開啊！看看左，看看右，看看左就看看右，睇下左邊，睇下右邊，邊度有車嚟？沒有車來，快快過。沒有車來，快快過。冇車嗰時就快啲過啦。有紅綠燈，交通燈就要依照交通燈嘅指示，綠燈先過去，紅燈就要停喺度等啦。雨點，雨點，小雨點，小雨點，小雨點哦。愛乾淨，愛乾淨，好中意乾淨啊！馬路洗得亮晶晶，馬路洗得亮晶晶，馬路洗，哎呀，洗到好乾淨喎，係咪？不提供豐富信息去刺激孩子，孩子就不會聰明。硬色洲大學小石城分校兒童科學教授、兒童教育專家佩蒂卡爾德威爾話咧，喺兒童早期教育上有一種偏見，反對有計劃嘅智力開發行為，以為嗰啲細路哥自己會聰明，咁其實呢個係非常錯誤嘅。幼兒教師學到嘅係學到係執行利益發展，所謂利益發展就睇下個細路哥做乜，佢玩就同佢玩，唔係真係去學習，即係讓細路哥自由選擇去做任何事情咯。老師嘅作用唔係去激活細路哥嘅大腦，咁個細路哥就唔聰明咯。拜拜，陳老師，你 say 拜拜。